报道。来看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日会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哦，也毋过咱台湾嘛是甲未受到邀请。早起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，表示讲因共款会组团去日内瓦，嘛会伫当地宣传，呼吁世界各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入 WHA。 民间团体发口号，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月底伫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。因为新冠疫情3年以来，台湾防疫成绩正野望，除了发展自身的医疗，各管1000万片肺炎和全球疫情严重国家医护人员，台湾不应该让人被记哩。跟世界发声，让大家可以知道，台湾不应该是遗落的这一块拼图。 在各国需要用这个冰库去装尸体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任何的疫情，我们还可以输出我们的口罩，我们还可以输出我们的医疗物资。虽然台湾已经连续6年无受邀请参加 WHA， 不过 WHO 宣达团表示，依然会组队去日内瓦，各地当地举办各项宣传活动，也会放上3场和平归来纪录片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2003年SARS 期间带来伤痛。 可是他们不理解，台湾在这20年没有加入 WHA 的这20年中，早在20年前，我们就已经做了一次很惨痛的教训。宣达团强调，这摆参加团员有真侪医师甲少年学生，会伫10月为台湾出发，按算23回来台湾，期间会邀请国际有名的网红为台湾发声，希望透过官方甲民间团体共同合作，让更较侪人看到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